肯定来临的。那么我们死亡来临的时候，只有对我有益的、对我有好处的那什么呢？就是修行佛法，做好人，帮助别人，利益众生啊。然后就是靠自己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去这个度化他人等这些的行为呢，才能可以对您死亡后对你有一定的帮助啊。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学习佛法并不是说完全都是为了来生，也可以当下也可以对您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学佛的时候调整你的自心因为佛法当中呢，让您这个心态平衡让您的这个思想清净，让您多快乐多自在，这些都是因为修学佛法而得到的。如果没有修行佛法，你凭自己的内心的这种习气去做的话呢，那么肯定就是所积累的这些都是属于一种贪嗔痴所带来的都是给您痛苦和压力、烦恼不自在等这些痛苦。所以呢，佛法呢就是让您当下活的时候也让你自在让你快乐，然后究竟得到这个解脱呢，就是不用说了肯定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珍惜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费多去做利益一些众生的事情多关心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问题然后自己的心态如何去摆正我的心态里面有没有掺杂了一些自私自利为了这种这个伤害别人的这种思想或者是我想报仇，或者是我的仇人是谁或者是我想对他怎么样一个对付，让他这个破坏他的这个人生，或者是他的这个一切，我怎么样去调整？就这种思想呢，完全是一个不净的心态。没有清净的心态下呢，那么就是您自己也活着很累，活着痛苦的。所以我们学佛呢，就首先你放下一切，这样来观修人生。本身你的人生是那么短暂跟他有一定的因缘在一起的时候，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还不如你放下一切，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就从乐观的方面去考虑，然后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多关照一下自己的人生，提高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的这个思想然后呢多增长一些自己的这个人的素质等等方面呢，我们都去值得学习的地方。佛陀讲的就是说，让您观修无常的原因是，我们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的意思，做一些有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这样方面去想，这样方面去考虑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观修这个生命无常就有意义如果我们没有去观修生命无常的话呢，我们肯定会打算认为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修行今天呢也会浪费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今天这样的应酬，明天那样的应酬然后应酬的时候这个以众生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愚痴无昧的做法这些都是我们不如法的做法。作为一个学佛人也好，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素质的人，首先是我要珍惜任何一个生命，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第一个要想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有四种执着心当中呢第一个内容当中，我们要观修这个生命无常的原因在这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观修这个因果。那么佛陀讲的说这个让我们得到的这个人生是不容易的那么既然已经得到也不要浪费，因为生命是短暂的。那么我们生命短暂当中如何去做取舍呢我们怎么去该做，怎么不该做的，我们如何取舍？那么通过我们观修因果的这个规律因果的这个观修因果的话呢，才可以了知我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什么，我才可以明知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观修因果的时候，也跟前面一样，首先要读诵一遍这个皈依发心的这个观修的这个颂词完了以后呢，这样去想读完以后呢虽然自己已得到的这个暇满的人生但是也是无常，所以死之前呢，断除所有的恶业然后尽力实修行这个善业，我们就力所能及的去
实际的去修一些行善积德。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造这个十恶业的这个艺术的果报，它就是果报很多种类叫艺术果，还有等流果什么适用果等这些果报，这个名称不一样，所以等一下一步一步的解释。艺术果呢，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的意思因为它的这个我们种了什么样的业然后它就是实现了什么样的果报，叫做艺术的艺术果。然后这个十恶业的这个艺术果呢完全是比如说我们以杀生也好也就是偷盗也好也就是这个挑拨离间粗鲁骂别人，升起这种嗔恨心、欲望的心，产生邪见等这个十恶业当中所造的业呢，就是绝对是这个艺术果报呢比较严重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生到这个三恶道当中这个三恶道呢，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出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等三恶道当中，我们出生的三恶道当中这个是就是艺术的果报。我们今生做这样的恶业，然后它的果报呢，来生就是这样的报应就堕到这个三恶道当中。然后还有呢，等流果，等流是它同等的这个流下来的这流转的这个果报呢这个分为两种，一个叫受等流果一个叫用等流果，有两种那么受等流果呢，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受这个痛苦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杀生的缘故因为一个是众生我们无缘无故的把它杀掉以后呢，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众生我们不应该杀生的杀了众生的生命是严重的伤害他人。因为对一个众生来讲，最珍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己的生命我们一旦把他杀了以后，断了他的生命因为不用想别人的这个众生，我们考虑自己。一个人来无辜的杀了我多么痛苦因为不用说是其他的，我就是得了一个这个严重的疾病，可能就是会过几天会死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一切当中最珍贵的什么呢？就是你的生命。你为了延续你的生命，你就用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去替换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强盗来到你前面，你就没有给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要杀掉你的时候，你就是非常愿意的给他还有呢，就要感谢他没有杀我，就这种。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因为你的生命的价值太昂贵了所以我们要轻易的去杀害一个众生的生命的话呢，那么就是伤害众生多么的严重，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比喻，在自己的身上观想的话呢，才能知道这个杀生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杀生了以后呢它的果报也是更加的严重在这个同等的等如果当中呢，有可能我前一世杀生多的原因，今生可能多病、短命等等我的生命也短暂我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存在，这些都是一种等流同等的。因为同等什么呢？你杀了别人，你本身别人要活100岁的这个一个生命呢，你就把他这个杀了他的生命以后，就只能让他活50岁，减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果报呢，就直接的就是减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自己的寿命就短暂了就是寿命短暂就是寿命这个短暂，或者是身体多病的，这些都是因为杀生的缘故。而且还有偷盗等这些的原因呢自己呢就是再努力也无法得到一些财运不好，福报不足够虽然我今天得到这样一笔钱，可能明天的时候又就流走了，就没有存在你的手头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偷盗了别人的原因，这是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等如果的一种果报所以呢，这个等如果的果报就是这样然后还有详细讲的话呢很多，那我们就这样讲就应该基本都知道。然后这个等流果当中呢，受等流果感受就是这样，然后用等流果呢，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串习的原因然后这个恶业做这样的一件恶业习惯了以后呢，就以后也很想做比如说很多人就生出来就想偷盗，有些人生出来就想杀生有些人生出来想就骗人
这种就是他的这个串习的原因业力还没有满，所以他呢之前是一个偷盗的人，但他这一生能够投胎为人，但他也是同样做这个事情，或者投胎不了人生，那么他可能投胎为一个老鼠天天就想偷或者是天天想杀就是成为一个猫等等这些畜生道的动物，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这个等流果当中的这个这个用等流果，就是同样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状态所以就是说这个这样同等的这个果报，然后呢就是也报应在这个恶趣当中所以没有机会呢我们解脱。还有一个适用果，适用果呢就是它的报应在不是身上，而且在环境上。有些人呢就是出生在什么，经常有一些大自然的灾难有水灾，有火灾，而且就是很难走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呢就很多的这个石头天天滚石头来，或者是非常不好的地方这些都是为什么拼命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是因为适用果的原因。过去当中我做这个十恶，然后就是它的适用果，它的力量呢让它形成一个环境就是报应在环境上面，然后拼命的让您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经常有什么臭气的地方然后灰尘扬起的地方这些都是因为受用果的这个适用果的原因这个呢就是因果报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艺术果呢就是出生在三恶道当中然后呢就是等流果呢就是分为两种，一个呢受等流果，可能就是我杀生原因自己受多病短命等等，然后用等流果呢，我前面做什么，以后也想做这个就是一个串习的原因。适用果呢，就是报应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出生在一个非常有危险的地方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因果关系我们要这样去观想。如果我们就是不去做十恶业，我们积累十善业的话呢，那么它的遗属果呢就也是同样我们可能出生在山区这个善区的山区的意思就是行善得到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得到人生环境好的地方。同样它的等流果呢也是我们因为断除杀生，我没有杀生，而且我去放生，这样的话呢我身体健康然后呢我们的寿命长寿等等这些然后就是适用果的原因呢我们种种的善业的缘故我出生在非常有香气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有福报的地方，有很多人福报具足的地方，这些出生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别人有曾经过去当中所积累的十善业的原因所以呢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呢要观想这个因果业力的关系绝对会存在。作恶呢就是它的果报呢就是不同三种的果报，然后行善积德的话呢也有同样存在于这个行善积德的果报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观修这个因果的关系平时我们在这个若执着此生自非修行者的阶段当中，让你观想人生难得，然后生命无常，因果不虚因果是绝对存在这三种呢就是我们远离四种执着心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若执着此生自非修行者就这个阶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若执着轮回自非出离心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远离轮回后然后远离我们轮回的执着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修法刚才就是心要进入法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这个修心，很多都是修行为，很多都是虽然在心里这样想，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完整，没有那么亲近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修心。当我们刚才通过第一个这个言教里面了知人生这个无常是人生难得，生命无常等这些言教以后呢，我们多多少少的会理解一些通过这样的方面去了知，然后如何再去这个修第二个这个阶段刚才就是讲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当中讲的就是此生的问题。你执着此生的话呢，那么你心呢就是完全是为了此生的利益而去修行佛法，那么你的心没有入法。
那么这一个阶段呢，你的心入法，而且入法要入道啊，你所修的这个方法呢，一定要佛陀所讲的这个道路上，没有道路上的话呢，那你就偏差了道，那么你的这个道路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修行需要次第啊，需要入道啊。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希望啊这个讲让您产生出离心，那么出离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一切的戒律，那么一切的皈依戒等等这些戒律呢，才是完整的一个解脱的因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法要入道啊，法要入道。这个法要入道啊，主要是要了知这个刚才是此生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第二个阶段讲这个如执着轮回，则非出离心啊。这个时候呢，讲主要是三界轮回的这个过患。因为刚才我们讲人生难的时候，我们也讲多少，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提一下这个部分。在这个时候呢，跟前面一样，皈依和发心的诵词呢，就是我们在坐在一个安乐的坐垫上，然后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观修三界的这个过患啊，这个轮回啊，轮回指的是我们的色界啊，然后无色界、欲界等三界